撞擊發生之後，周圍群眾拍到現場畫面，睇到北京中信大廈向東嘅高層玻璃幕牆，明顯被撞出一個長方形嘅一個大窿。我的媽呀！咋了？這就着火？哎，這真火！是火是火！我的天，我沒有滅火的呀！大廈外牆受損嚴重，個窿周圍嘅玻璃全面碎裂。飛機解體之後，大量黑色物體同機體嘅殘骸喺空中跌落嚟。寫有涉事飛機註冊編號 B12PP 嘅白色機翼殘骸喺撞擊之後完全斷裂，跌落附近嘅馬路，引嚟大批民眾圍觀。有架停喺路邊嘅的士，擋風玻璃被飛機碎片當場撞穿一個大窟窿。嘅飛機係由東面嘅平谷機場起飛，飛咗10分鐘之後到咗中信大廈，嗰度同中南海直線距離只係有6到7公里。以攝氏小型飛機200公里嘅時速計算，呢架飛機如果繼續向西飛，距離中南海只係短短2分鐘航程。呢架國產小型飛機，影片證實佢喺突破重重空域防線，甚至喺東三環上空盤旋撞擊之前，北京城部署嘅紅旗系列防空飛彈、市區低空雷達完全冇任何攔截嘅跡象。外界強烈質疑北京啱啱喺5月先實施最嚴厲嘅低空空域管制新規定，連普通無人機都要全面禁飛。咁但係點解一架通航訓練機可以偏離航道失聯長達10分鐘，竟然能夠暢通無阻咁飛入首都最核心嘅商務區呢？呢短短嘅2分鐘航程盲區已經打破咗北京宣稱滴水不漏嘅低空安全神話啦。目前中信大廈周圍已經被武警同埋特警完全封鎖，境內網絡正係全面清理相關墜機、起火同埋撤離嘅影片，極力全面封鎖消息。據路透社同現場嘅目擊者話，警方喺防線內面截查途經嘅市民同埋遊客，阻止任何人向大廈方向拍攝或者錄影，並且強制要求部分目擊者刪除手機裏面嘅影片。咁仲有中國境內各大社交平台，好似微博、微信、小紅書咁，喺案發之後半個鐘頭已經展開咗全面嘅網絡清網行動。目前喺內地網絡搜尋中國專又或者係中信大廈，所有關於今日墜機事件嘅突發影像、網民討論同埋現場點評已經全數遭到屏蔽或者下架，只係剩翻過去嘅旅遊資訊。